拢无伫咧翕违规的安全问题，但是发生意外到底要安怎较好？桃园教育局的人嘛讲会派人来补习班加查，假使若是有影，因就会开罚单。搁再来关心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今仔日下午上北来釜山，头一站是替互人俄罗斯讲俄女神的高嘉瑜来徛台。过去赖清德捌俄罗韩国瑜讲是100年罕得看的政治奇才，今仔日记者搁再问一解，伊共款讲是奇才，也毋过伊讲是怪奇的奇。另外明仔伊嘛按算要含总统串门伫咧台南来共台，敢讲两个人合作已经确定啊。赖清德嘛讲对上新的看法。这个要看连郡县委员他们整个竞选期程的安排。看来应该是有机会跟蔡英文总统一起替连郡县委员加持。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让连郡县还有台南市6席立法委员都能够高票当选。很多人都希望蔡赖配的旗手是。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大家报告很多次，没有进一步的补充。可是下午也有好几站，是不是代表这个您的辅选列车确实已开始启动？是现在我来到嘉义这里，那中午的时候会到思瑶那里，然后下午会到新北张明佑那里。我们希望父老乡亲能够多给我们支持。党内认为说蔡赖配是选情最后的定心丸。对于蔡赖配。我知道社会有许多这样的看法但是呢，我之前也多次跟大家报告过不管我到美国去辅选，或者是在国内帮蔡英文助选都是基于我的责任因为我参加初选，那我帮他助选，这个是民主的必然，也是我责任的所在。那我一直想要让父老乡亲知道，其实我一直都在民进党。在台湾队当中一直都没有离开，为了台湾的大局，除了我本人以外，我也要敬请所有的父老乡亲，大家一起站出来相挺台湾，让蔡英文总统高票当选，让民进党能够立法委员席次过半。院长韩国瑜之前您说他是练武奇才，那现在他出来之后，蛮常有一些失言状况，甚至还说执政都是白白胖胖，说你现在觉得他这个人跟您之前看到的感觉？还是奇才我之前的奇是奇特，现在是奇怪，还是奇才。怎么会这样觉得奇怪？你觉得他哪里奇怪？好，谢谢。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要开始了。院长，所以蔡赖配到底有没有提过？有跟您提过了吗？谢谢谢谢，因为我没有其他补充。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因为韩国瑜还是很强。他说那个投票率算下去之后，总统会输一点点。其实每一个参加过选举的人都知道。票一定要开出来，确定当选，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才可以松懈，在开票之前，每一分力量都要凝聚，每一份心思都要持续加油，好，谢谢。另外，这方面特别来关心国民党冲动参选人韩国瑜，伊昨讲到伊的政策，希望学生囡仔这个读册贷款拢唔免利息。结果，和民进党笑讲，即马学生囡仔读册贷款早就已经差不多免利息啊。下午国民党党团阁开记者会来讲这件代志，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李永平来查来了解。永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哦。由于前天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他是在竞选场合中是提出了，由于这个学生的学贷利息实在太沉重了，所以呢，政府其实应该是要补助学生的这个学贷利息，应该是要为零。对此呢，国民党团上午也召开记者会，来提出这个呼应韩国瑜的政策。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状况。恐有不缺钱的台商套利，逻辑是不是一样？教育部讲这个话的人是没有血、没有灵魂的人，讲这种话，自己摸着良心，你是人吗？国发会难道不能协助教育部去编列这样的预算吗？苏贞昌内阁已经变成蔡英文竞选的第二办公室，他所有的部会几乎都是逢韩必反，逢韩必 K。
好的，国民党团呢是喊出这个学贷免利息的口号哦。由于呢，他们发现哦，现行这个企业的贷款呢利率约为1.5%，但是呢，学贷其实也高达1.15%，而加上呢，政府最近也提出了让台商回流哦，来这个减低税率的政策，所以他们认为呢，政府其实是在图利厂商，而没有帮助到学生。以上现场详细情形，主播。多谢影评，继续要来关心，这是新竹一个老爸和伊的查某囝来到竹60线边的水蜜桃果子园来寻田，结果两个人无细力，唔知是安怎爬入去山坎卡，两个人拢受伤。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慧珊来传来了解。慧珊。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救护车抵达事故现场，一对妇女就坐在山路边坡来休息，等待救援。那警方呢也已经在现场帮忙，救护人员也赶紧下车，把伤患来抬上担架。先带您来看一段当时画面。根据了解呢，因为日前新竹这名何姓果农是带着女儿上山来巡视水蜜桃果园，不过因为下雨土地湿滑两个人就不小心来双双摔落边坡里面，而这名何姓果农呢右腿也因此被树枝划破，出现了一道10公分的伤痕，痛得他无法行走来自行脱困。而他这个年约10岁的女儿呢是既担心又害怕，独自来爬上路面求救。所幸当时有一名路过的大货车司机发现之后呢，就赶紧向派出所来报案。那警方到场之后，因为没有担架，只好合力有这个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流血的伤者抬到路面上来，再由救护车把两人载下山送医救治。所幸呢，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让这场坠落山坡的危机平安落幕。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的详细资讯。多谢桂山，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艺人李兴文的后生，最近做 YouTuber 主持人，传一段影片伫咧电风神，等于偷走入去一间家具店，伫内底大眉佮规身躯烫八体，亲像山鱼条啊无穿衫，做一寡不实的动作。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明阳来传来了解。明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艺人李兴文的儿子先前呢贴出了假大麻的照片，引发轩然大波哦。最近呢，他又贴出了一个争议的影片，那就是他夜宿知名家具店哦，直接闯进去家具店的货柜区呢，之后等到打烊了之后呢，再跑到里头住一个晚上。李兴文的儿子呢，甚至是在家具店里头做出许多不雅的举动哦。那先带您看看稍早画面，这边就是我的家，现在3点40分，好的。真的有灯，我想睡哪都可以躺。那可以看到李兴文儿子呢是直接在家具店里面闲晃哦。那大半夜的呢，他甚至还直接踩在家具店的桌子上面哦，甚至还直接乱躺所有的床或者是椅子。之后呢，还全裸做出了不雅的举动哦。然后天亮了以后呢，他再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了家具店。事后呢，他也将这整支影片剪辑成一支 YouTube 上传到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目前呢，家具店方面呢是已经报警处理了，那警方也还在约谈他到案，要来了解这个详细状况。那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的情况，将时间交还给棚内。多谢明阳，其他的消息继续要来关心学生囡仔去野外露营煮物件，家属管一个无细力刷规个爆炸，引起11个人受伤。这是台中晓明路中昨暗伫咧台南办露营的活动，结果学生囡仔伫咧野外煮物件时，用家属管伫咧烘肉，敢若因为伤过晚，家属管规个爆炸。消防人员接到报案后，赶来到现场，发觉讲拢总有11个人互火烧着，送病院治疗，其中一个人受伤的情形较严重。学校方面嘛讲会尽全力来照顾这受伤的学生囡仔。家属馆爆炸变形，世代的家属嘛规个害去，现场所有的人面色拢真歹看，因为学生本来是要煮饭的，想要到发生家属馆爆炸，造成11个人受伤。查某学生都伫病床顶，会听到哀哀叫，学校的人伫边仔一直甲按打。台中晓明路中31号暗时，伫台南南西区的詹文青年活动中心办一年一届的露营活动，拢总有490个高中学生参加，有47个高中学生带队。结果主暗顿的时阵，可能世代的家属路离巷外火伤过晚，造成家属管爆炸，真侪学生的面甲手拢烫着伤，互送去病院急救。一位还是2位稍微皮肤受的比较重一点的伤，但是其他的就是有喷到的啦，或者是有红肿的这样的。那我们也希望孩子尽量给他们最好的服务，找最好的医生来为他们治疗，也许可以做得更好，让没有不会再发生任何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9年，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我们非常看重每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力量。请帮我清点人数，有问题一定要回报。清点人数唔敢放放，露营的气氛嘛变甲真紧张。希望让学生体验大自然的活动，因为假使管爆炸造成学生受伤，本来好意拢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北西门町一间出名现炒面店啊，拜四半暝啊，有2个歹徒举铁枝啊走入去内底边，甲人喊玻璃，佮喊破店头海山图啊，规个水拢洒出来。歹徒要走的时，佮家己出倒，警察已经抓到人，即嘛要进一步来了解后壁敢有撞假人。野军啊出现伫海山大门口，直接位边的水柱啊甲降落，内底水就亲像水墙共款流出来。这个挂水暗的查甫人讲完了后，头歪的就想要走，毋过煞跋倒，惊当场互抓到，爬起来了后赶紧走。另外一边的监视器嘛翕到，共款挂水暗佮地无爱查甫人，也讲推啊喊店的玻璃，2个查甫人来讲店，店员发现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声音那么大，当然会听到啊，没有看到啊。好很快我那个鱼缸15万，我后面这块玻璃也要2万块钱，大概20来万吧。代志发生伫台北西门町一间有名的海产店，本来店的用的水柱啊破去，损失真济。店外玻璃嘛互讲破，敢若会当暂时用插棒来扎咧。员工啊，就是有跟客人吧起冲突，大概有半个月了。那现在我们在找那个员工，他也是做了几天就没有做了。头家讲伊无甲人结冤仇，怀疑是你这个员工甲别人有纠纷，结果对方就找人来报仇。警方目前已经找到动手的嫌犯啊，毋过后壁的撞假人甲犯案的动机拢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人咧去犹豫讲阿公乃不爱打洞啊，原来是因为阿公卡麻无在调打洞啊，发生车祸。台北市青岛东路发生这件车祸意外，这64岁姓苗的儿子送拄起步无偌久，规只车随去弄到路边一只发财啊，互伊弄的发财啊弄一个兵车，零件落甲规涂骹，玻璃嘛脆糊糊，该在发财啊迄当时无人。落尾警察进一步调查，原来是赛车这个儿子送因为卡麻，才会变做占油门发生车祸。中昼食饭时间，一台黑色轿车准备要停伫路边，毋过后一秒，规台车煞向头前冲，弄到头前一台货车。轿车的驾驶弄到别人了后，无停落来，颠倒佮继续弄，一直到货车互弄甲并车，伊才赶紧打洞啊！车祸的声音引起真侪人注意，民众嘛赶紧报警。就2次撞击声而已啊，就只这样，他这样撞下去就翻过去了。看起来没怎样，因为救护车来一下就走了，然后后面有来2台消防车。车祸的现场涂骹拢是玻璃，黑色轿车引擎挂变形，水箱弄甲冒落，货车边90度倒伫路的，车头嘛因为弄到树啊变甲密密冒冒。好佳在迄当阵驾驶无伫车内底。没有，我刚好下去这边。好险，真的好险，真的好险啊！我楼梯刚拿回来换好，走回去而已，他就给我撞了，还好人没有到车上。车祸地点就伫立法院边的青岛东路，早中到12点半，64岁姓苗的驾驶向赛车去弄路边的货车，落尾伊甲警方讲，因为家己卡麻去，吹油门了后反应伤慢，才会发生车祸。他就麻了，就是踩，你说好像没有踩着啊。随帮货车互弄甲并车，毋过真好运，无人受伤。经过纠察了后，驾驶嘛无啉酒，伊家己可能嘛是袂够讲，会因为卡麻去造成车祸。记者综合报道。家人出名铁路街有真侪猫仔经，一寡少年家啊，也有生做真水的查某囡仔来遮做乌的。最近有民众用手机啊翕到影片，传伫咧网络，引起网友大家回较真热，嘛引起警察注意到这个问题，随申请超索票来到现场调查，拢总查到负责人，也有3个来谈的查某囡仔，另外还有2个来找昏迷的人客，一个全部依法上班。透过民众的镜头，行入去巷仔内，来到家人的铁枝路龙安街。这个青山，这个青山。来到边街门口，咱看到生出真水的小姐，业者搁伫边仔为人客报介绍。可能哪位？老年轻的。1500。对。这个票价相信。有一间门一个拍开，内底就徛6个穿甲真肉感的查某人，脚踏管搭摆一排，各用手背头章。有的是台湾人，有的是为东南亚来的。人若挖过，业者就会为人客做介绍。这拢外国的吗？价格呢？有1000，你要哪一个？这段3分半钟的影片，伫通讯软体顶的公开了后，就四界咧传，引起警方的注意。随过去收集证据，报车检察官指挥申请搜索票去抓人。本分局历年来均多次在龙安街查获
失常案件，全案于警询后，将负责人依刑法妨害风化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那伫现场抓到一个负责人，佮有3个台湾的探食查某，佮2个来开查甫人，尾仔拢按社会特殊维护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我明年总统大选敢若剩70外天尔，就诈骗集团基层市台中市立法委员参选人黄兴辉的名义，小连续2天敲电话互人借钱，被害者嘛听甲信，赶紧汇25万去对方讲的口座，结果软土深骨，搁来讨钱，被害者才赶紧敲电话来到服务处一个问，才知讲原来互人骗去，赶紧报案，甲诈骗集团这个户头扣起来，钱才无互人领去。周小姐把手机摕出来看卡电话记录，佮把汇款的单摕出来，讲伊接到一个讲家己是嚟自台中市议员黄兴辉的电话，讲选举爱25万来周转，是未到汇款了后，才发觉到互人骗去啊。声音很像，对方都说他是工程款要的，后来我才知道说。为了我们那个黄议员，他是从来不包工程的。周小姐讲，电话迄边讲家己是嚟自黄兴辉的查某人，声音收声，讲这是伊新办的手机号码，后摆会当敲一支来联络。隔2天对方搁一个敲来，讲因为要选立委爱25万来周转，第3天钱汇过去，结果对方又搁敲来要讨钱。周小姐发觉代志无对当，就敲电话去服务处确认，才发现伊拄到诈骗集团。应该是还有很多人，他后来在8月的时候。这个人还打电话再过来。我只有被借钱，我没有跟人家借钱，因为我再穷，我爸在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他借钱。所以基本上我要跟我的朋友讲，借钱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做。那也拜托你们，如果真的你认为是我，一定要打电话确认一下。好佳在周小姐随去报警，甲诈骗集团的口座锁起来，甲钱补掉的黄兴辉嘛出面驳回，讲家己行政治行20年，选举一定会申请政治现金专户，绝对袂甲朋友借钱，想袂到这回选立委会变作诈骗集团骗钱的主角。呼吁民众接到这款的电话，就爱看明册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袂当无马车来看到中兴大学一个细的学生半暝骑奥多摆要倒转去宿舍，半路互一个正道的人西面路的车弄死。联合大学赶紧发消息，提醒学生囡仔暗时莫出去耍，莫出去乱踅，结果引起到中兴学生会伫咧抗议，因为这个学生囡仔伊是去朋友的厝内互人请，要倒转去宿舍，短3分钟内就发生灾厄，毋是去佚佗。落尾校嘛赶紧出面回释咧。中兴大学的同学、老师，还有这个罹难的同学的家属郑重的致歉。联合大学校务长出面来回释咧，因为这篇大文，联合大学校安中心透过官网来写，又搁是半暝出去佚佗惹的会，要来做安全的宣导，分享车的新闻。内容是中兴大学一个姓黄的学生半暝骑车要转去租厝的所在的半路中，互一个姓赖，敢若是食溪头面的人驶面路车来弄死，明显甲事实无相共，引起争议。第一时间并没有查明就。把它说成是夜游人，或者它的字眼上，跟事实是有出入。其实9月底，联合大学有一个学生半暝骑车转去宿舍的路面发生车的死亡。前几天还有学生半暝发生事故。教官原本是希望会当提醒学生半暝骑车出门要注意安全，减速慢慢骑，但无来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就要紧咧发布消息，互外界有疑虑。联合大学官方的来29号早起9点外来发消息，当一天暗时8点外就随来改正。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发生不幸的事件，所以是再次提醒同学要注意交通安全。联合大学强调，唔是要来骂学生半暝出去佚佗，是要呼吁学生爱注意半暝骑车的交通安全，避免造成袂当挽回悲剧。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要来关心经济部去年规定业半仔期，若是设伫咧一般场所，保证业着的金额袂当超过7.9。不离个咱台视新闻的记者来到夜市行一转，其中一间店内底算的42台机台，拢总16台，保证业着的金额超过7.9，有的佫花价1880块银。到业者伫咧算讲，业半仔期的店内底这产品拢是贵33，有的一台拿鸡机的现空机本钱就要800块，根本安那算就袂好，互人真主当作鸟鼠仔屎。另外，一寡机台嘛无照片照行，互一寡台主认为无公平。
将10块落入去，想要甲上钓的物件炸转去。叶翁仔基台全台湾断裂，经济部去年明定，设伫咧一般场所的叶翁仔基台，保证业的金额袂当超过790块，只有设伫咧电子游乐场的叶翁仔基台，才会当超过790块。实际来夜市啊看，一间店42台基台当中，多16台保业金超额，有的佫标价1880块。真侪基台保业金拢唔拿790块，法规上路超过1年，也是有违法的情形。那时候我们这个店大概移送了22个，后来也不了了之啊。但是确实是我们到警察局做笔录了。业者韩春讲，台北市政府顶个月大动作来咧查，有合作的台主因为保业金超额互掠去，但是详细算的，敢若是一台无线耳机成本就要890块，保业金额790块，有台主讲根本就袂合。国寄出遮尔济叶翁仔基台当中，这种黄色的基台是唯一伫咧2018年进前就通过经济部认定保业金额无790块的限制，台主就讲安尼敢若是独立特定的厂商。那这个就可以了，这可以做1990，那就对我们产生一种困扰。那是不是我们以后都要买这个机台？有受到一个很正常管道的一个规范，讲到了这个夹娃娃机的规范，其实上是针对于那种新兴产生这些夹娃娃机台。针对机台标准无相同，台北市商业处表示，当咧研究自低调咧，会来加听各界意见，希望互叶翁仔机台有更较好的竞争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这是宜兰宜山乡的惠和村最近发觉到社区的生态净水池开始有真侪腐朽类伫咧生炭，海水底这草啊规拢冷去，水嘛变较无清气。另外，佫会酸断到稻啊收成量。净水池是社区家庭排放垃圾水，也佫有地下水，利用生态工法的利水机制，甲这个水池啊的水会当变清气，用来种田、种莲花。即嘛放饲300尾鱼啊，要来食腐朽类，嘛希望会当有效降低腐朽类数量。政治话题，过来关心明仔日咧台南，国民党、民进党拢有大型的选举活动，头叫头人拢会来到现场，会当讲是一个超级的礼拜六。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李永平来带来了解。永平。好的，主播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哦。明天呢上午在台南呢会有2场大型的造势活动哦，包括呢总统蔡英文会联合立委林俊宪呢来参加他的竞选总部开幕典礼，而这场呢也会有神秘嘉宾，也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而这是呢自初选之后哦，蔡总统跟赖清德2人首度同框，也是格外受到注目。不过其实呢隔5公里之外呢，蓝营也有大型造势，是前主席也是南下出征参选立委的洪秀柱哦，他会有他的这个竞选总部开幕典礼，而到时候韩市长也会到场。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对手王定宇怎么说。那就我的对手，我恭喜他总部成立哈。那至于那一天蔡英文总统原定的是一个宗教后援会哈，还有一个农渔业的后援会。那现在我们采取的模式是总统的行程到地方，那有意成立竞选总部的时候可以搭配这个行程哈。所以大家这样协调配合还蛮顺畅的。蔡英文总统跟赖前院长2个人不会有问题，不管在合作或者是认知这场大选的重要性上没有问题。那蔡赖是合作或者进展到搭配，我们就是尊重总统候选人他的提名的权利，因为毕竟是要跟他搭配的，我们乐见，而且各种可能性都有。好了，其实各界期待呢，这个蔡赖配偶到底什么时候会成型？所以明天呢，蔡总统跟赖清德2人同框哦，一举一动必定是受到这个各界的注目。而至于另外一边的蓝营哦，前主席洪秀柱，他这个南下出征呢，也象征了国民党这个选将哦到南部来参选。所以呢，明天不止参选人韩国瑜，还包括呢主席吴敦义，甚至连青美市长朱立伦都会到场来帮他加油。以上现场的最新消息，主播。多谢影评，同款嘛是上新的政治话题，要来关心台北市市政府发言人学者黄正英，好像像伫咧市政府互人骗扫，对方有消息讲是市政府的顾问刘家人，不离个即马传讲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无处罚对方，想讲会当过小心煞了代，咱先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既然是这样啊，议会的议员要求要给劳动局检调查，那就好啊，那就
我后来就指定那个黄珊珊副市长当召集人，然后就给劳动局人事处啊、政动处，他们就按照正常程序去处理就好了。那你自己的定义是有到骚扰的程度，性骚扰程度？我想这样的，老实讲哦，这个我跟你讲哦，这个。如果有时候有工作上有摩擦的什么，那是当一回事，我就把它隔离就好了。至于说要无限上纲，我觉得有时候，不过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既然要求调查就调查，不然就好，就交给我每次都在讲 SOP flow chart， 不然就交给那 SOP 去处理，就照正常程序去处理。因为这个事情传出来之后，很多小道消息在传说，那个刘家人顾问，其实过去在联谊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的前科。你自己有听说过？有类似一样的骚扰到别人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因为他以前是跟黄胜坚，他以前是当黄胜坚的助理特助，所以老实讲，他是最近才来的。市长，如果有构成性骚扰这个条件的话，那刘家人会不会就直接起诉？一般来讲，我们是按照调查结果嘛，如果有那个当然就一样嘛，当然就要处理了。所以会职务调动还是什么？到时候再讲吧，我给他登上来，我们不要预设立场，反正是这样嘛，1个月内一定要有调查结果嘛，调查结果出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像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送信？我跟你讲哦，我们当时听一听，觉得这应该是，我当时觉得这应该是工作上有摩擦，你知道吗？那就给他分开，就职务上给他隔离就好了。来，讨论时间大家听吗？是啊，我想问一下有关于选举部分，就是你有觉得蔡总统现在在紧张吗？因为针对近期的民调显示，有2人是逐渐在地处处刚刚要来关心花莲有一个姓罗的头家，进前开价品店趁中国观光客生理，讲上开济一天会当卖150万，也毋过带着游客慢慢变较少。另外，花莲去年发生大地震，一寡店拢倒去，嘛赔差不多2000多万。上尾直报日咧卖手表啊，生理才搁再兴起来。伊讲政府即马日咧推测南向政策，敢有效，都要进一步来观察。0元起标，那市面价格大概是3万多，吹落。真实手在开直播，人叫伊花莲表啊王的罗志祥，做头家看起来真抢眼，其实伊当对事业无顺利行出来，陆客就进不来我们的店，就是长期这样子，我们也是损失撑不下去，所以就一家一家放弃。2年前，伊开8间艺品馆，主要的人客是中国大陆。上悬一个月会当收入800万，但是中国大陆人客限制政策一开始，生理就一直歹落去，佮拄着花莲大地震，规厝间的艺品拢了去，2000多万差一点仔就要放水流。罗志祥选择转型，找家人去东大门夜市啊摆摊，佮再来出发。发蜡日子，四点叫卖功夫，但是也是卖当的人客实在是真少，最后宣告失败。根据观光局统计资料，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的人客，对2014年的394万，一直落到2018年，敢若剩266万，到今年9月剩239万。后来罗志祥对热潮来开直播，甲国外表啊厂商来集结限量的商品，佮请网络明星来刺激买。才行出一条新的路。其他国家的客人来花莲，可是走马看花多，那消费力来讲也是真的差。政府将希望架伫咧南向政策，但小百姓是真烦恼。人客消费力是毋是有够会当将规个观光产业建起来？业者心内是真正无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两岸，要来看到两岸宗教界交流的大代志。这是头尾20年，为中国大陆凤山市的开基尊王圣王公来到嘉义来祈福。嘉义的保安府特别招集做公庙，也有几60个顶头热情来接驾，规个信徒场面足闹热。20年，中国大陆四川凤山市开基尊王总算要来啊！接驾队伍都有数百公里，场面是真壮观。文武艺阵，红色蓝色的烟火是真美丽。伫大日头壳掠雨伞，阁有女神来跳舞。
是像这样热闹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四川凤山市开基尊龙，即摆来台湾基安束缚，嘉义保安府出数百万甲信众共同来迎接，庙内底满满拢是虔诚的信徒来咧参香迎驾。看到咱遮大的阵容，因非常的惊讶，尤其是大陆唔捌曾经过，这是台湾人对圣王公的热情。即摆顺带束缚总共15天，信众是真热情。庙方希望两岸宗教文化交流，对维持人的感情会当有较正、较深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拜六，要带大家规台湾来行透透。为了要烧透台中海线两个大风景所在，为新历10月初1，也就是今仔日起，民众会当坐免费的接送车往回高美湿地，也有台中港3井outlet。无论是休困日或者是普通时，逐抓差不多25分到半点钟。逐工有5班车帮，中央是无晚靠站，升起办到明年的3月初1，嘛5万会当带动规个港区的观光。台中有名景点高美湿地有真丰富的湿地生态，对日时到下晡时啊，美景是千变万化。唔那声真侪民众来咧看，各互国际网络讲是一世人一定爱来耍一摆的景点。那伫咧另外一边的3井outlet，去年12月开幕，60米悬的摩天轮变做港区的新地标，阁会当来采买。只是两个所在差9公里，过去拢无公车路线来咧相通，即马民众特别有新的选择啊！3、2、1，启动。来往高美湿地甲购物中心的免费交通车，11月初1正式开始，每一抓车程大约是25到30分钟，无分平日假日，一天来回5班。初期的起到明年3月初1。响应市政府的整体的一个海线推动海线观光的一个政策，能够吸引国际旅客过来，把这样的2个景点当成一个大的一个景点的概念。因为免费的交通车对高美湿地转来买房车是伫咧6点半，烦恼赶袂到嘛。不要紧，市政府阁有规划，伫咧假日来驶688路线的公车，上暗7点半才会对高美湿地来发车，会当坐到5车观光渔港，也是清水的火车站。民众想要体验一天台中海线的景点，坐公车、shopping、看夕阳、食海产，拢唔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昨日5号世界大代志来关心日本 Okinawa 那霸区世界遗产首里城半暝大熄火，头尾烧11点钟，7座茶器的宫殿全部拢烧歹了了。天光的时已经规个乌噜噜，消防局拢总派15架消防车，一直到透早5、6点火才总算拍花。首里城会当讲是14世纪尾下起的，因为经过战争也有火灾损长，1992年才搁再重启，西元2000年列做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一年就超过250万观光客来遮行搭，会当讲是Okinawa重要的观光所在。ここは正殿があった場所です。建物が焼け落ちて、土台と黒く焼け焦げた柱だけになっています。日本 Okinawa 真有名的建筑物首里城拄到火烧厝，本来真水的一座城，规个烧了了，这个画面互全日本拢惊到。ただいま基地上で火災が発生しています。台北时间31号半暝饭店外，火为首里城的宫殿倒起来，因为北风阵头，火火愈来愈大。消防车弹水雷声，甲民众吵起来，远远啊就会当看到一场大火。首里城火烧掉，嘛，互Okinawa的民众最伤心的。宫殿顶面头前放起，民众拢大声叫。这暗Okinawa的民众规暝拢困袂去，目睭紧紧看大火，甲宫殿烧了了。民众目睭干目圆，敢会当伫心内祈祷。悔しいし悲しいですね。ちっちゃい頃からずっとあるんで変な感じです。夢みたいです。大火烧11点钟了后，才总算受到控制，包括正殿、北殿、南殿等7栋建筑物，超1500平面积全部拢烧掉去。紧消出动30多台消防车去拍火，不过首里城主要拢是用柴来起的，火星4个杯嘛，互火势一直摊开。有消防人员阁为着拍火，结果家己喝水送去病院。あれだけの大きな建物ですので、どうしても火の勢いが
強かったです。輻射熱が非常に強くてですね、隊員も近づくのに非常に苦慮した。去修理城迄个位置有登录伫世界文化遗产内底，不过登起的建筑物无包括在内，所以无受到消防检查的规定，内底嘛无自动喷水系统。这场大火引起高级保护的讨论，因为这礼拜拄好是一年一届修理城祭典，工作人员伫城内准备到半暝啊，是不是因为人的疏忽引起的大火？警消嘛搁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进一步来关心修理城已经有500多年历史，过去嘛经过真济灾厄，当中有4届大失火。第2届世界大战互美军空袭，1992年正电复原起好，西元2000年登录做世界文化遗产。即马规拢互火烧歹了，想要搁再重启，实在真无简单。明年东京奥运的盛会本来按算要经过修理城，即马计划恐惊爱改变。大火对半暝烧到天光，修理城7栋主体建筑烧到变平地，为伊多灾多难的命运搁加一画。古朴的遗迹群版图欠一大地，修理城英烈华丽风采暂时是看袂到啊。沖縄戦で失われた琉球の歴史の象徴的な存在の首里城を蘇らせようということを合言葉に、30数年前から復元プロジェクトに携わり、その作業は多くの人間の知恵の結晶でもあった。这座甲日本大和民族建筑风格无同的流玉式宫殿，上古早的一栋，推算是伫咧14世纪来起的，正气派正殿广场，是500年前琉球王用来咧接见文武百官。正殿建筑以朱红色做基本的色水，真明显将中国甲日本传統嘅風格來合作伙。沖縄は昔琉球と呼ばれていて、琉球王国という存在が500年近く続いたんですよね。はい、その拠点が首里城でしたから。ですから沖縄が持つその独自の歴史というものを象徴する場所が首里城で。修理城的过往是真悲惨，拄到4摆的火灾，一个15、17甲18世纪拢捌互大火来烧过。最近一摆是二战期间互美军的炸弹来炸掉，用30多年来重建。正殿伫咧1992年完工，重建的过程当中使用真济对台湾来的木材，上尊贵的王座玉桥椅是台湾国宝级的传统艺术叶经义用台湾的檜榔木来制作的，是真有艺术的价值，可惜嘛伫大火内底烧去啊。琉球王国が中国とか日本とかとつながりながらですね、独立していた国家としてですね、その国の象徴であるものとして首里城を作り上げてきたという意味で、沖縄の歴史を本当に象徴する建物だ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修理城遗迹群古迹2000年登记做世界文化遗产，每一年上250万以上的观光客，嘛是来沖縄观光一定爱来的景点。如今重建的成果搁再来拄到火灾，日本是毋是会当搁再一摆将修理城起倒转来？外界是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有高血压的观众朋友，若是走路运动，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中华有一个人因为高血压搁走路运动，煞强强倒伫涂骹，唔知人。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式蜡笔小新剧场版特别献映，跟着小新踏上最惊心动魄的冒险，跟春日部防卫队一同解开梦世界的秘密。每周六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医院把他爸爸害成这样，我的老公害成这样，除了赔了我老公以外，我还要赔了我心里，赔了我儿子的将来。我们到底欠谁？下班时间到了，如果你不离开医院，不离开工作岗位，就是会违反规定啊，工作会有一点被影响到，比如说自主学习的这个部分就会被强制的说不可以这样做。周六晚间8点，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
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搭地的搭，另外一个音是斗来的斗，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搭地，这个意思就是一寡小寡代志，嘛会当讲是搭地。另外搭地嘛会当讲是插手管闲仔事，像讲别人的代志，你莫咧搭地。第二个词都要读做斗，若变调了后变做豆啊，意思就是慢慢啊、看啊、稳啊。另外豆啊，还有一个大家较罕用的意思，就是有定真接的意思。像讲以豆来交关，意思就是定来交关。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阿嬷嫌阿公骹手伤慢，做代志拢豆来，有时阵嘛足搭地。不离个人咧讲，无冤无家，不成夫妻，两个人的感情麻。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搭，另外一个音是斗，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中华一个高血压的人，拢常常会走路运动。一摆运动了后，常常倒伫涂骹唔知人，赶紧给人送去病院急救，才查讲原来是急性心脏脱掉咧。该在测试了后，已经平安无代志。医生特别提醒讲，就算是无高血压，若是运动的时，嘛爱加啉一寡水，才袂害这个血浓度变较高、变较黏。真侪民众，大家拢会惯势去公园运动活动一个，毋过若受3个月患者，就要特别注意啊！中华一个老先生进前去运动场运动，伫休困的时阵，煞雄倒落，送去病院检查，发现是心血管塌起来。中间隔了大概1年3个月停止每天运动。他突然又回去运动的时候，又太急躁了。第一天我走了3公里，第二天我就追求说要走到之前的水准，虽然满身大汗了但是还是算是蛮舒畅的，但是坐在旁边休息就不自觉就昏倒。50岁老先生是有3个月患者，有定期做检查，嘛运动咧减肥，本来就是身体愈来愈健康，结果煞发生这款的代志。医生讲，患者送去病院检查了后，发现心脏3条冠状动脉拢塌起来，塌的程度是100%、90%、甲70%，尾也甲血筋拍通到支架，才甲老先生的命救回来。运动的话，其实要循序渐进你不要说太过躁进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我会建议说，你可能用快走的方式。医生提醒，若3个月患者爱注意，莫做强度伤强的运动。普通民众伫运动的时阵，嘛要加啉水，因为流汗会互体内水分减少，心跳变紧。若是无补充水分，血的浓度就会变较高，较会互血筋塌起来，造成性命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画面，这个外国人把网啊当作是古早皇帝咧坐龙椅，坐伫顶面翕相，互人讲伊是目睭皮无上暗。我跟你讲，这一点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特别献映，跟着小新踏上最惊心动魄的冒险，跟春日部防卫队一同解开梦世界的秘密。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胜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胜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入围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
看到大家很开心的来捧场，然后很开心的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哈，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透过料理跟台湾这块土地有一个美好幸福的连结。讲到我们家的双胞胎，我就会浮现是爸爸妈妈带着3个女儿一起把这间店撑起来，做到现在这样，在大家的嘴里有一个很好的口碑。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咱咧讲目睭皮无上暗，这个阿东啊、甲蒙啊，当作是古早皇帝伫咧坐龙椅坐伫顶面翕相，佮铺伫咧个人的社群平台，引起网友大家回甲真热。原来是今年才21月，为丹麦来到台湾的铁马选手来到台湾参加比赛，摕到冠军。有网友伫咧讲真笑，讲敢会是坐伫蒙啊顶面有加持，才会当摕到冠军。不哩个嘛人感觉淡薄仔刺激。事后，这位阿东啊，伊讲伊唔知讲这是人的梦，落尾嘛赶紧甲相片拍掉，伊讲伊足实的。相片内底一个外国查甫人笑甲足欢喜的，伊坐落来双手放两边，头壳戴安全帽啊，穿骑铁马的衫，两边佮放2只铁马，敢若是来佚佗运动的。毋过真足看伊坐的所在，真侪网友拢看一个眼气，实际去问外国的民众敢知影迄是啥？No, I'm not so sure. It's a cemetery, no? A tomb? Yeah. I would just tell them that's a grave you might not know, but that's a grave. If you go climbing in the mountains, sometimes there are graves up in the mountains, and people might not know what that is. 有的外国民众知影这是台湾的梦，未坐伫顶的相片，互网友抛起网络引起讨论。有人问讲，这只椅仔坐起来是毋是真凉？有人讲外国人可能就是较早的皇帝拢坐这。嘛有民众发现，伊是真正来台湾参加比赛的脚踏车的选手，讲真一天坐人的梦，过2天比赛就摕冠军。网友追踪发现，原来伊是21岁为丹麦来的脚踏车的选手，定去世界各地参加比赛，搁伫今年的2019台湾脚踏车爬山王挑战比赛内底摕到冠军。根据了解，伊就是迄是龙椅才会坐伫顶的翕相。尾啊，有好心的民众甲解说讲，这毋是中国文化的王位，这是别人的梦。啊，伊嘛惊到，讲知影是人的梦了后，就甲相片拍掉啊。对伊的行为，伊嘛感觉真实的。他会觉得他蛮喜欢这种古色古香的这种味道。一块地里面只有单独一个的话，我在猜想，就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文化无同，一张相片惹风波，嘛伫网络顶的引起话题。记者综合报道。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特别献映，跟着小新踏上最惊心动魄的冒险，跟春日部防卫队一同解开梦世界的秘密。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入围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几月几号我们有一个到国外的外景，就陪制作人就好了，讲很含蓄，对不对？一机上车大哭。拍写真集的女生再怎么样，你都还是觉得说人家会带着某一种眼光在看你。我得奖之后开始拍戏，我都可以感觉到我自己真的不一样。你就觉得我是影后，但是我就不断提醒我自己，你不要得奖一时落马一世，继续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不会进步了啦。请锁定台湾名人堂。我是为好汉，不是干那一个。你想做？你有要紧无？讲起你，我给你赶走袂用紧。请你挂电话。是讲我得当闪耀地，
地感做，为何报仇？启禀陛下，你叫我查的这块碗，确实是对方便未来多谢。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到10点，茉莉花歌戏中孝节义。首推行李箱并击倒指定数量的球瓶，挑战失败的人即被淘汰。别什么了？哎呀，不好意思。好，我跟你讲，你们随便有一个人在一次成功，我就跟你们道歉。试试看啊！来啊，一来。我跟你讲，走了，看他这个样子就过分了。走了啦，走了啦，走了啦。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宇。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擦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骅。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会觉得人生就像业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人的方式，不被对方理解，未必就不是爱。如果你总是想要如你所期待的那样被爱，必定常常失望。学着去理解别人爱你的方式和你所期望的不同，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爱比你想象的多更多。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森西嘛》。辛发和盛昌合掌对神龛敬拜。你拜的是啥？他打辛发。咱这嘛是日本的主民，爱拜日本神。日本人，我是台湾人啦。他抓起和服。什么人？刚叫我穿这件衫，我就该拼命。他把和服扔在地上。11月2号，本周6下午1点到3点，《森西嘛》口述影像版。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特别献映，跟着小新踏上最惊心动魄的冒险，跟春日部防卫队一同解开梦世界的秘密。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入围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几月几号我们有一个到国外的外景，就陪制作人就好了，讲很含蓄，对不对？一机上车大哭。拍写真集的女生再怎么样，你都还是觉得说人家会带着某一种眼光在看你。我得奖之后开始拍戏，我都可以感觉到我自己真的不一样。你就觉得
我是影后，但是我就不断提醒我自己，你不要得奖一时，落马一世，继续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不会进步了啦。请锁定台湾名人堂。报仇的方法是干哪一款？你想怎？你有要紧无？讲起你，我给你赶走袂用紧。请你挂电话。时间我就会当杀妖地，地大准，为何报仇？启禀陛下，你叫我查的这块话，确实是对方便未来多事。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至10点，有嘞我歌戏忠孝节义。首推行李箱并几月几号我们有一个到国外的外景，就陪制作人就好了，这样很含蓄，对不对？一机上车大哭，拍写真集的女生再怎么样，你都还是觉得说人家会带着某一种眼光在看你。我得奖之后开始拍戏，我都可以感觉到我自己真的不一样。你就觉得我是影后，但是我就不断提醒我自己，你不要得奖一时，落马一世，继续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不会进步了啦。请锁定台湾名人堂。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昨是西洋万圣节，伫咧美国芝加哥落雪，在地布鲁克菲尼德动物园体内底装咸，也有北极熊穿金龟料理。新闻上尾的朝代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